咗靚酒店同埋食嘢之外，仲有好多嘢玩嘅，例如好似我咁樣嚟體驗呢個葡式文化，仲有臨近年尾有呢一個國際光影節啦。第一站要去 Dinner in the Sky， 升到50米高空享用餐點，要簽呢個生死狀。咁啱啱呢個工作人員就俾埋個座位我啦，同埋有個 passport， 好有儀式感啊！到而家為止咧，全球有80幾個國家成功舉辦咗。佢獨創懸浮式觀景台設計，會將我哋升到50米，大概17層樓高啦嘅壯麗天際去享受呢個餐點。但係咧，過程係非常安全，所以一啲都唔使擔心。真係好高啊！可以360度咁樣俯視澳門同埋路氹城嘅金光大道景色，同時咧享受味覺同埋視覺嘅衝擊。我而家咧係有個手柄，我可以一拉我就會瞓落去。去完 Dinner in the Sky 新濠影匯都有好多嘢玩㗎，除咗一啲裝置啦，仲有藝術展覽。呢個係一個有互動性又可以感受到藝術同埋運動相互映照嘅裝置藝術展覽。佢嘅靈感係源自古典藝術同埋運動元素，除咗顏色好 pop 好搶眼之外，可以令觀眾咧行走同埋互動之間體驗到藝術同埋運動嘅交織。依家好流行去旅行就試當地嘅特色衣服啦，有冇諗過咧喺澳門玩都可以換上一身葡萄牙傳統嘅服裝呢？而家就嚟試啲特別啲嘅嘢，就係着呢個葡式嘅傳統衫再去影相。咁第一步就係要揀衫先。換上呢個刺繡大擺裙之後咧，就去呢個澳門氹仔龍環葡韻影下相留念先。依家非常之便利，可以喺氹仔區乘坐輕軌到澳門，大概20分鐘左右咧就會到自己想去嘅地方啦。除咗吃喝玩樂啦，仲可以去工作坊整小手作。因為夜晚要去睇光影節，所以而家咧就揀咗整一個小夜燈。我親身咧就將呢個大三巴嘅線條圖案閃粉，就變成獨一無二嘅小夜燈。玩咗咁耐，梗係要去揾食啦。福隆新街咧有好多地道文化嘅小店，依家就嚟試食呢個地道澳門葡國菜，由葡籍老闆安娜示範。全部嘢咧都好有特色同埋好好食啊！今個旅程嘅重點就係要嚟2025澳門國際光影節，會喺澳門唔同嘅區域展出，以南灣、北區同埋新口岸3個區為舞台，一場以光繪未來為主題嘅光影節，可以喺海邊望住澳門嘅夜景，去欣賞唔同嘅光影藝術裝置，真係好浪漫。亦都可以去新口岸區嘅光影市集，充滿小食嘅香氣同埋搭配文創攤位。光影藝術以澳門景色為畫布，仲可以一路喺澳門 City Walk 深入了解呢度嘅文化，展開一場感官旅行，告別對澳門嘅刻板印象。